主后2024年12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主动的作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罗马书第4章13节到25节。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，要互因承受世界做产业。这个应允毋是通过律法，是通过信来得到的义。若遵守律法的人，才会当承受上帝的应允，信就空空，应允嘛无路用。律法会惹起上帝的生气，无律法就无违法。因为安尼，应允是用信做根据，要保证应允是对上帝白白的恩典，互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。毋若有受割礼的人，嘛包含遐个甲亚伯拉罕相款有信上帝的人，伊是咱众人的祖先。照圣经所记载，我互你做万民的祖先。这个应允伫上帝面前有效。亚伯拉罕信即位互世人搁活，搁互无变做有的上帝。伊伫无通仰望的时，还肯仰望，信讲伊为真侪万民的祖先，照所应允的话讲，你一定有真侪子孙。伊已经真饱岁，想着家己的身躯，若亲像死去。撒拉也已经未生囝，毋过亚伯拉罕无因为安尼失去信心。伊对上帝的应允无怀疑，信心反转若坚定，将荣光归乎上帝。伊确信上帝一定会实现家己的应允，所以亚伯拉罕因为信上帝，甲伊算作义。毋过，甲伊算作义，即句话毋是单单为着伊，嘛是为着咱遮个人写的。因为咱有信上帝，互咱的主耶稣对世人中搁活，咱嘛会受算作义。为着咱的罪过，上帝将主耶稣交互人害死，搁为着要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上帝有互伊搁活。上帝主动的作为。创世纪17章第1到27节记载，亚伯兰99岁的时，上帝搁向伊显现，并且搁一摆甲伊立约，指出伊要做真侪民族的祖先。对打以后，伊的名无搁再叫做亚伯兰，要改叫亚伯拉罕，因为上帝设立伊做真侪民族之父。上帝要甲伊现在寄居的土地赐予伊含伊的后代。我要坚守我甲你含你世世代代子孙立的约，这是永远的约。即次，上帝吩咐亚伯拉罕用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，同时将伊含伊的某改名。今日的经文。保罗续接谈论创世纪所讲这段亚伯拉罕之约，重申上帝应允亚伯拉罕要真侪多国之父，搁要承受所应允的产业。保罗强调，这个应允归乎亚伯拉罕含伊的后裔，毋是照着法律，是照着信通承受产业。咱若转去到创世纪17章，对照保罗伫罗马书第4章17节到20节的记述，通搁较清楚看见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，拄亲像保罗所描述，伫无仰望的时阵，亚伯拉罕犹原心存仰望，犹原信。已经真饱岁，想着家己的身躯，若亲像死去。撒拉也已经未生囝，毋过亚伯拉罕无因为安尼失去信心。
伊对上帝应允无怀疑，信心反倒若坚定，将荣光归乎上帝。这是上帝第二次甲亚伯拉罕立约。上帝看见亚伯拉罕伫漫长的日子里，坚定相信，搁持续等待伊的应允成就，所以搁再一次甲亚伯拉罕立约，像是宣告要甲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，而且这个约是永远的约。上帝主动竞选亚伯拉罕，带领伊离开儿女，搁甲伊立约建立关系。亚伯拉罕伫受割礼以前就开始伊对上帝的信，搁持续到最后。割礼的记号代表伊委身伫这个约，搁持续活踮称义中。咱也承接亚伯拉罕的信，成做伊的后裔。现今，因为咱有信上帝，互咱的主耶稣对世人中搁活，咱嘛会受算作义。保罗提醒咱，毋是因为咱做着甚物，无论是外靠行为、实践律法，也是有逐样的好所行，拢毋是咱受称作义的条件。只有照着咱对耶稣基督的信，才会当受上帝称作义人。因为是上帝主动将咱称作义人，伊主动互主耶稣基督为咱担当所有过犯甲罪过，将耶稣交付伫人的手里，为咱的罪死，搁互耶稣对死搁活，彰显伊的慈爱甲怜悯。咱受称作义人，只是因着信耶稣基督，互咱会当坦然来到上帝面前，这是偌尔大的恩典啊！默想，我愿意时时刻刻体察上帝主动的作为，搁持续定睛甲军队所信的耶稣基督。我愿意时刻体察上帝主动的作为，搁持续定睛甲军队所信的耶稣基督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掌管生命的上帝，感谢你主动进入我的生命，互我会当因着耶稣基督来认捌你，甲你亲近。我愿意一生军队持守所信，直到见主的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